自2026年2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活点群体中的个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2章13节到3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2章。人若娶某甲伊同房，后来无爱伊，甲伊诽谤，破坏伊的名声，讲我娶即个查某甲伊同房，发现伊毋是在色女。查某囡仔的爸母着摕查某囝在色女的证据出来，带去迄个城广场的长老遐。查某囡仔的老爸着对长老讲：我将我的查某囝互即个人做某，伊无爱伊。伊诽谤我的查某囝，讲我发现你的查某囝毋是在色女，恁看，这是阮查某囝在色女的证据。爸母就将迄块布摆伫迄个城长老的面前，迄个城的长老着甲迄个人抓来处罚，嘛着甲伊罚1140公克的银，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因为伊有破坏以色列的在色女的名声。查某囡仔又愿做伊的某，迄个人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。即个人控告的若是事实，查某囡仔无在色女的证据，因着掠迄个查某囡仔去因老爸的厝的门口，城内的人着用石头甲伊钉死，因为伊伫以色列做见笑的事，伫因老爸的家行淫乱，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若有人甲别人的某困，迄个查甫甲迄个妇人人拢着互死，安尼就对以色列的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若有在色女已经甲人订婚，有查甫人伫城内拄着伊，甲伊困，恁着掠即两个人去广场，用石头甲因钉死。因为即个查某囡仔伫城内无法救人，即个查甫人凌辱别人的某，安尼恁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若有查甫人伫野外拄着已经订婚的查某囡仔，甲伊强奸，干焦迄个甲伊强奸的人着死。毋过毋通办迄个查某囡仔，因为伊无应该死。即个查甫人做的代志，是亲像人起来攻击伊的厝边，甲伊杀死共款。伊伫野外拄着迄个已经订婚的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虽然喊救人，嘛无人救伊。若有查甫人拄着还未订婚的在色女，甲伊掠着强奸，互人发现，迄个甲伊强奸的查甫人着摕570公克的银，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搁着娶伊做某。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，因为迄个查甫人已经甲伊凌辱。人毋通娶老爸的某，拍垃圾伊的老爸的眠床。活点群体中的个人，关系性甲争吵是非常私密的个人代志，极皆涉及关系中的男女两人。不过，旧约圣经有关争吵的条例，却迄查某囡仔的爸母到城门口见长老，等于爱公开处理，真正互人碍虐。这段经文的教导其实是，人有受群体之怨，
保护的权利。伫纷争中，群体中有人通为弱势者讲话、主持公道。假使丈夫诬告妇人人婚前不正，伊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伊必须向查某囡仔的老爸支付100个银元的契约赔偿，佮终身袂当离弃伊。这毋单单是经济上的惩罚，佮较是对侮辱名誉的谴责。为了确保查某囡仔的婚姻权利，当然，假使确有歧视，查某囡仔会受带到后头厝的门口，由本城的查甫囡仔用石头钉死。律法的规定表明上帝重视婚姻的忠贞甲纯洁。这条例上时也设立保护机制，互弱势的一边得到保护，佮透过对性犯罪的严厉惩处，维护群体的道德秩序。安尼看来，关系终结就毋是简单个人的代志，也是关系群体的代志。伫现代社会，常常强调个人的独立、个人的成就、个人的自由。总是圣经却教咱，生命是无法度脱离群体独立存在的。基督徒受上帝呼召，毋单单是单独伫甲上帝建立关系，佮较是伫一个以基督为首的身躯中，甲其他肢体做伙活泼成长。一个会当有效保护个人的群体，必须营造出安全、会当彼此信任、袂互相指责的氛围。2008年，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通过成立性别公义委员会，推动家庭暴力、性侵害甲性骚扰防治相关事项，为了要实践认同所有自民，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。当有人受苦时，群体以同理倾听，极力避免任何形式的评判，还是指责受害者，重视提供支持和找求解决方案。毋通互受害者孤单，用安尼建立强调彼此尊重、平等甲有界线的群体，互受害者得到自由，互世界成做伊会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默想，我的教会安怎温暖看顾，佮守护其中每一个个体？我的教会安怎温暖看顾，佮守护其中的每一个个体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为我准备属灵的假教会，成做我坚强的后盾。感谢你，互我甲别人连结，互为肢体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扶持，分享喜乐，分担重担。教会亲像母亲上款的乳养，互我踮上帝恩典保护中成长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